來過，我 record，今時今時大粒頭叫我咩啊？我一未記啊。OK，等我會 tweet 一下看看。OK，แล้ว OK，so 我未知道帶唔知道講話，sorry。Let's talk about winter and 歸依。Winter solstice 啊。winter solstice 當節。你講 Christmas 唔是定人嘅阿嬷嘅當節哦？就是哦，你都唔知人講阿嬷當節咩？我係買人嗰陣時叫阿嬷當節 ，Christmas 時。你搞。咁當節大龜龜年嘛係啊。個節日會啊！我大擺乜夾嘛講是個年驚時個節日會，แล้ว生日個節日會，當節個節日會，咪是真係個節日會啊！差不多。個了。梗老了，我當今已經幾歲啊？等我想下，當今120歲啊嘛。我做大嘢。做大啊 ！OK， 咱就介紹咗成條。之後就咪講嗰四胡驚，歡迎胡驚。Hello。胡驚講聽胡驚，佢到底嚟1月3號嚟我 show 啊 ，maybe。แล้ว吉隆坡佢應該嚟唔啦？吉隆坡有啦。好。แล้วก็ชัตมากับ吉隆坡嚟哦，12月7號。27號。27號啦，12月7號是當今喎。我12月27號，即禮拜六啦，攏特別來，即拜六攏聽住啲 show 嘅時候，攏特別來。冇問題，我會來。嘅後我會變靚，我袂對去呢。哎呦，拍算咯，特別嘅物件，我到底變靚，或者特別嘅物件攏睇。冇辦法，多少嘢做成啲嘢數。又見啦，無法度咯，變談咯。哎呦，我攏看到我報嘅，攏問講我無玩浪啊，若是攏無氣嘅人呢，攏問對心肝，就對啊。咪講啦，我冇其他問對先講就對啦。我背機票俾啦。係咪？幾部紙都要對嚟，本來幾部紙。是啊，我背機票俾啦。哇！4號夠，然後4號背對嚟。哇！你話未必到新加坡時個邊度個嚇？係使。哇！真係好好嘅數意嘅嘢。我數到貴件。所以覺得出 N 啊！哇！感動，機會飛到。OK，แล้วก็ตามมาแล้วใช่ตามมาแล้วตามมาหูแกจิบเลยเจ้าตัวแล้วก็อาบลาจังเกหัวหนัง我哋薯條，對薯條未？湯係咪湯？力，哇本，我知啊，係咪湯嚟？你麻豬啊？力啊！咩力？哦 ，leak 啊 ，leak 係素啊。哦，呢係鄧冷 style 定阿嬷 style 嘅？阿嬷 style 嘅嚇。哦 ，cream 嘅啦。แล้วก็ตอนที่ Skype ฮับเป็นไงอาหารหัวหนึ่งอาหารจะเก่าๆก็สุกอาหารแต่พี่ฟ้าสมบูรณ์ตุ้ย我介紹俾蘇阿肯呀，但係個冇唔知是叫乜蘇呀，結果我冇事。阿肯，我一家路上數一數個一小雙啊。嗱，蘇個貴人嚟。誒，未驚咯啊！係零出半，零出半。OK， 嚟อาหาร邊啊？大粒頭，可能大粒頭。可能。แล้วก็บ่唔是บ่蘑菇。冇蘑菇，冇蘑菇。我蘑菇同你講啦，特別走啊，時對等我轉來時又轉來啊對。OK， 好，嚟歡迎各位歡迎，這禮拜我哋嘅話題就是講 Winter 零，你哋都好，今日節是當節嘛，12月12號嘛。所以12月12號，我想看12月12號對啊未？但我對啊，當天去教 VV 冇我做到物件啊。我咪去翕 video 去食嘛，去自己食。老早咱特別對我照啊，咱個在我去到食咯，我去夾到咯，我tweet 者。
感謝感謝。John 啊，樣笑，就做到啲後尾笑，阿涵又，阿涵做咩在笑？你講我哋狐狸嬌嬌啊！哦，對我就就啦，咱哋看咯，咱哋看到我笑啊笑啊笑就對咯。我係笑，我係笑啊，一隻都咪對咯。阿涵做咩事？你笑是個笑聲，你是唔是驚着亂請人去吵人？唔是，驚你招流暖。哦，切，我係笑只大明。好啦，你驚我哋只鬧西啦。你驚我招拗係啊？有對對人係對我招啊？John 啊，梅魯啊，你係啲你硬食你變成 pack 你係咪用 design 有咯？我嘅真係諗回話，我嘅 design 啦 ，of course 我呢個啦，我另外硬講啊，我自己啦做個了嘛，我嘅 design 呢做咩事咧？冇啊，成日未要安尼講嘛。啊，掉啦！我咪講實際，我教你去大頂嘅是依句上去先咁講。好。我 inspiration 是得嚟。OK， 所以咱特別一號嘅3號來人家聽聽 ，OK？ 無來人。約。嚇？係咩約？見到哦。你叫我落。哦 ，OK， 按冇見到啊。tapi lu buat kuah hitam no? 是咯，冇辦法。有小英啩？叫啊，蘑菇。function 啊，小英有翕啩。poster 是你都 send 好啊嘛嚇。哈。tapi 我換 update 啊，你看到？哎呦，你咩 send 好啊？大郎淡薄應該係你人愛做嘅那款 design。哦。你 send 好啊嘅。你 WhatsApp 好啊？ OK， 我等，我學你免，我同你講你免煩惱做個了嘛，你使睇淡薄 idea 你看人啦 ，OK 哦。try 啦 ，OK 啦。我等教你。John，對。你講你 inspire from 係你保濟演嘅要啊？我交時間同你講啦。我就是你講嘛。warm。OK。warm， 我教時3號時間同人講。好。OK， 報告下。報告。1月3號，檳城北現條，檳城福建錄音10年，慶祝檳城自講有潮有你有幫助。就俾去檳城北有一看，入門免費，特別歡迎人哋演我哋表演者，好像唱歌人就無到一個好好所在嘅所會。感謝1月3號暗暝8點，檳城北嘅會出現，來看我嘅大面有影啊！一做3首，頭一首、第2首、第3首。過夜嘅時候，後尾是望佢睇切機，毛菇，切機啊！後尾佢睇個人華虎簽名，感謝1月3號對唔來，要緊真正緊張了嘛！有陣時都未聽我唱歌咧，佢個條來。唱咩歌咯 ，John？ 到時間嚟看，到時候你聽對唔來 surprise 你來 ，OK？你特別嚟看，咪講實際。我咪做可能緊張啫，係梗係嚟嘛，對哦。1月3號特別嚟，1月3號特別嚟。感謝，我係借300人嘛，我希望是借滿大啊，200幾300人嚟，我就歡喜個我買橋咯。我數啊300人數到半暝2點3點我們數。留咗。OK， 嚟講到啲咩話題？咩話題是你講咩？零天嚟當節嘛，零天，我想看零天嘅事啦，嚇，邊時買貴零天貴？mostly 我 travel 嘅時就是愛去 winter 嘅地方。哦，你自家去韓自家去零天嘅所在。你去到你講你去上地零天咩？哇，清邁零天嘛？清邁是成個 Cameron Highlands 係零喎。有啊，na零喎。我講去浪。唔係講嘅話，1月是都係一擺嘅。你講去浪姑姑係啊？你是去浪姑姑唔是啊？Bangkok 啊。
Bangkok 咪叫落股咯。啊，是龍椒。Bang the cock 嘛，叫浪椒浪。哦，bang the cock，呀。我阿你姐姐好乜龍嘅？真啊我咪愛做雜波。啊咩嘅？我係哦，大包過嚟做雜波，我行啦，要係浪就一對嘛，浪就一對。呢句托卡嘅，直掉。呢個猜掉嗎？輪掉猜掉嗎？是。OK，OK，咁你講你自己去聆聽，自己去到一所在咧聆聽呢度。我去Korea，去 Italy，去 China，嘛是聆聽去。哦，聆聽。depends on 啲嘢。零加日本呢個呢？哦，北京就係你北京。哇！你唱變咗多聲。做些多聲。唱佢，猜點啊？啊？哇！啊！你本就放接你咪。哦，sorry，原來八個皮筋位。對。你講你是去北京還是就零 winter 是？-20 哦，阿妹。哦。然後Fahrenheit 哦，Celsius。哦 ，OK。Celsius 是 convert 係咪一隻獨立頭？-20 -20 Celsius is about -15 Fahrenheit or -20 Fahrenheit range。冇啦，冇嘛啦，有咩？negative。冇。幾個期，做完嘅零。12個月。去到ตลอดวี去到迄個 Great Wall วี啊。去 Great Wall 去大同去天幕。去到年齡啦，到冇年齡啦，到outskirt 北京度零啊。係咯 ，outskirt 較有啦 ，because 有風嘅數。convert 未？哦，John -4。-4，OK，-4 啊，-4有零啊，係你是，唔係 every time 是 below 0 Fahrenheit 嘅時我都只零啊，特別我比較新嘅個咧，就會多啲，比較新個。Thanksgiving 跑爆啊 ，John。唔是跑爆是啲 online 中國 online 嚇。跑爆嘅物件，一晒都俾拍我特別穿 triple XL 嚟點。舊我想，我本是 triple XL。是咩？冇啦，我唔就冇俾佢。我都係穿呢3塊佢係穿嘅咯。你一個嚟俾我仔嘅 size。你去邊買攤換免驚，攤 return 呢？都會揾嘅淘寶啊？嚇，你喺美國買淘寶攤 return 呢？買啦，買無攤呢就家己嘅。哦。但是講粗 size 講。哦，我是。做 size 嚟講，return 要緊，特別有大人咧，都是買了用了 return 嘅，佢哋都是隨款嘅。放實呢是。獨立頭，我講嘅是我係買個就特啲 Costco 嚟嘅。哦。我冇就啲，我是買你淋冰啊，買 diapers 啊，然後看到哇一個，然後就零㗎嘛。免費 discount，我係邊隻辦件啊？啦30幾塊呢。特別是我係咪嘅？30幾塊辦件。30幾。就係咩話8個 ringgit。哦。8個30幾 category，當今 US 較貴啦冇，9 ringgit。3.4啊 ，today。你好 before 對佢變咗3.8咯，我哋想誒。John，當今 drop 咩啦？你 drop 㗎成日少人嘅。哦耶！sorry 唔是嘢啦，阿咩嘢貨我自己啦。嘢貨啊！嘢貨。John 所在 petrol 對哪隻多人？係咪真貴啊 petrol？對啦，我對佢大家車。都是安尼貴。我對佢大車。你講亂貴啊！我這邊比你貴。係啦，但唔是我哋。Metro Malaysia 1 gallon 個類。等陣會講啦，你講到對零天定。零天嘅事，你講你去韓國咩Korea，但係個有落雪啊，Korea 有 ski 嘛？上貴嘅落雪。哦。so
แล้ว毛菇咪是 travel 就借到暑假零天哦。Japan 啦，對啦，係我冇講過啦。Japan 啦，Hokkaido 啦，哈爾濱啦 ，China 哈爾濱啦。哈 China 係咪哈爾濱？哈爾濱係咩？哈爾濱啊？哈爾濱。最地方嘅名係。水啵？水，伊是淡薄 Moscow 嘅 building，有 Russian 嘅 building。哦，叫我嚟寫下。啊，對，伊嗰度真係引導。喲 ，Oh my God！ 我就問你咁樣梅魯呢？喲，咁樣介紹小英我看。誒，白蕉嗰度講，light brown 呢。我看，叫我就小英吹一個你阿莫冰嘅人我看。但係冇關哦，John 冇關。因為冇插。That's。所以阿肯聽佢講嘅，阿肯嘅冇就呢個你講嘅，阿肯就 smart 啊。嘿，你被 set 咗你 standard 可以。你看嘛，我講嘛，依個咪是 easy access 咯。不過等陣小英我看，其實小佢就定小英係你阿莫冰嘅人嘅小英。OK。แล้ว你話你啲除掉時，แล้วก็每看，就多一個馬來西亞人冇暑假零天嘅。剛剛人暑假零天，大頭，頭嘅時暑假啦，等掉假甜甜嘅。有時咯。丟。我仲要入線了就有。OK，你雙邊。我到了尾本我肯出去，隔來使去拍球呢。你我朋友甲我講，伊甲我講做咩事啊？你在當然我拍badminton真濟人，就真濟人。然後我有朋友我問我朋友做咩事安尼濟人誒？我講伊講，伊天地愈冷咧就愈濟人，因為無人出去。我靠嘅時候。我 entertain 都在喲。對。剛剛去 gym 嘅時候，summer 嘅時候冇咩人嘅，你去 gym 嘅 indoor 嘅 gym 啊，然後 winter 嘅時就濟人啊。有人做做 exercise 嘛？แล้วตอนเช้าไปไม่รู้กี่สีรู้新係時就 excited 本เหรอ？新來時我係senior 坐 skiing，所以嘛是少。然後大家久嘅時 ，especially 到啲 Boston 嘅時，再嚟再一起。再一比數。冇電嘅時，點解能拍球？冇電冇咗水。了無油無人花車未出門，我都又未拍油。特別你無heater到啲你厝，你就應該能拍球嘅。所以嗰時你住喺個位咧，你就會想個吹即個 portable heat 啊，寫 campfire 嘅是先入嚟啦，頭頭按咗 heat 你嗰啲咯。當入頭你會記你頭一擺看到 snow 嘅時會記，你是唔是你去 ski 時看到 snow？我去 ski 時看到 snow。頭一擺啊，係 first time 啊？還是你把較早？佢點先我到你度無久過啊，所以not 頭到看到 snow，特別捌看到無呢隻。我去 ski 嘅時看到真係隻。แล้ว你看到啥真係 excited，就歡喜就緊張，看到哎喲，唔捌看過呢物件哦。good 咯。頭即個物件來我嘅腦都是真係 good 咯，對。真 good。特別你無想講，哎喲，想講唔捌看過落雪嘅人看到雪頭一擺時是真正 magical 嘅 experience，我感覺到。等陣。I take it back。我頭看到落雪時，唔是到啲日本 ，sorry。你去巴黎看到？sorry， 我到啲日本嘅時。我把你困醒嘅 ，OK， 所以我係腦就冇事。一頭個頭比較大粒個，嗱你困醒一間大較大粒。你到啲日本你看到時，你會記起你經驗嗎？你點寫是係樣，所以你點寫是好佚佗。然後仲有阿韓講下。我
我頭一擺看到 Snow City 首嘅第一後尾一日，了我人佇 window 看，去 window 看 window 啦，了我看啥物來特別一日只，哇 Snow 來，我人無面喙去走去樓下hotel 嘅外口佚佗 Snow。叫 snowman 是真正嘅，然後 afternoon 是毋是伊會 snow 伊會掃誒迄個town government 真快嘅着，還沒掃去路邊了就無通佚佗了。哦，了伊買互車行誒數啊。落偌濟？落淡薄爾 slowly 嘅，安尼佢飄落來 ，Oh my god， 真水㗎！你當見個 still 有迄個 excitement 有感覺到安尼老早。有啊，我幾年前去就在嗰看到頭殼淡薄 snow 啊，我甲我嘅cousin才去邊過了。結果，Achuby แล้วเราปาลัง啦，即個阿拉真記錄看到 snow，你所發看到 snow 到底應該？我頭一擺是啲10歲嘅時。到倒來？啲France，啲 Paris。開個。哇！即邊我成嚟英國先，因為我馬卡士嗰多這邊啊。然後伊多這邊，多我佢哋。多邊嘅嘛，係啊。你知影考試坐迄個 Eurostar 嘅 train 啊，真慢嘅。我今晚2點鐘，免2點鐘都到啊，唔早啊。我10歲開始啊，你5點鐘、4點鐘梗係到啦。我好彩我竟飛機來坐啦。未落呢，哇！伊迄個，佢講要 landing 嘅時啊，我看到伊個。白㗎了啊！哇！別當了都有，了啊！你知啊？伊落伊 land 啲把你airport 嚟就。哇！你白啊，咁了 transfer 過去 transfer 過來了，我3、4點鐘才出來。哦，伊是 because 伊有 issue 是伊個落啊。真大嘅樹啊！哦，係。Snow cover 伊 runway 啊。哦。了我。那伊落嚟時飛機會骨哦。伊叫毛毛菇去揀。撒布里啲去掃。頭頂去拋嘅。แล้ว出來節啊，伊 hotel 位啊，我坐啲喺你堂啊位啊，我無走，我坐啲堂啊位看伊。係啊，看 YouTube 都10歲那時，但係即個吉波姊妹都看伊飛機落是有骨咯。骨啊！我 feel 到，成日無咪穩呢，走去。哦，你有出去佚佗掉？我去佚佗，我去佚佗。算當時我未記我有去做迄個 snowman 無，特別我來這邊第2擺嘅時，我08年16歲時我來嘅時，路不是路正大啲英國嘅。特別是啊，我 garden 後尾會做什麼做5、6粒啊。你做成玩到3個沙士藤去哦。留喺沙士藤。我感覺到一項物件真奇怪嘅事啊！因為我喺迄邊厝，我舊厝啊，後尾無火無啥物啦，可能家陣也無人，你知啦，半暝無人開火嘛。伊落雪嘅時真正乾嘅。我唔知真正乾。應該是伊會 reflect 伊火嘅啦嘛。reflect 應該是 reflect 嘅數，真正乾，我規個天啊紅色嘅。是咯，伊隔了火啊，隔了會 light source，隔了拍起去天頂。你我俾講咩？了我個會知，等陣我問你不拉真嘅，你英國無常常落雪嘅是唔是？常常落雪嘅，特別咧。但係你都冇落。唔是大嚟會本落嘅，特別 Scotland 黑冰特掉落。落大冰呢？我這邊啊，我對我 London 我到只south 位啊。London 都冇咩落啊。今年無落雪啊度，White Christmas 啊。特別伊是最近嘅無落雪，還是伊平常時冇是無講無特嚟 winter 冇雪。無特嚟 winter 愛落雪，特別這幾年是2月、3月落啊。แล้ว嚟講講點啊？毛毛菇啊？冇點落啊，英國。
加几哪年了啦。姑姑一摆。 unless 是看 North Part 的哈。我大单年本路诶，大单年本路是无上位啦，伊个 places 较 random 尔。呀，我人真是报街路诶啦。你話咪報嘅咯？就係古年路嘅時啊，古年啲路嘅是啲唔知是2月是3月嘅。我人新聞有寫講，你知飼啲豬嘅啊，啲豬料啊，啲豬割了你知啊，啲外口會走嘅嘛，無鎖喺內面嘅。冷㗎，割了爆了一團啦，咁飲死割了啦。哦，我會記啊，英國叫小英。要係嘛？英國嗰邊有上路線哦。對，伊嗰邊有上路線，甲起淡薄路啊。了遮公園位？遮公園淡薄。我 feel 到我感覺到一項物件就是啊，最好是路線要過後啊望出去嘅。對唔對？你知你reflection， 你知你若是講有日頭出來啊，拍到你塗骹，UV 是第一關嘅。strong 你被搏散落啊！你被散落，啊無食，你食臭會打，你上個去三個排機單你講。你 reflect 起來你 skiing 嘅時，特別嘛是特別搏是 sunscreen 嘅啫，去 ski 嘅時。แล้วก็即係呢係點啊？我suka linky 哦。我suka linky，我無 suka 熱啲，我只驚熱。哦。熱係啲呢，我個人只掹憎嘅喎。哦。特別我對到你掹憎嚟講，我就係 C@ 路嚟嘅啦。唔係我留過嘢啊。嘅 C@。係咯。12月27號這禮拜六啊。嚟到啊，到底哎呀，我 producer 走去到嘅，有種嘅。你點解可以contact我係冇意。特別別人咧 cube，呢些是到底有種嗰邊有一個叫做 cube 嘅什麼啊 ，the cube， 伊有一間新開，唔知2層樓、3層樓大間嘅咖啡廳，Starbucks 啊咖啡廳。咖啡廳，特別 Starbucks 就會到啊 ，OK， 下晡1點27號這禮拜六 ，OK。唔使嚟講去我嘅 website 嘅梅話是對我招招嘅梅話嚟啊。一間是到底冇啲，哈，你個 LinkedIn 咧，睇點啊？我正擺時我讀冊時我去 Australia 時有看過了咯，特別不係去線冇看到。特別我未記係咩啊？Australia 到幾個？我特別讀冊時New South Wales 入邊係你會是 the biggest 第一大 inland city。叫哇嘎，哇嘎一條舞上嚟，哇嘎，真係哦，哇嘎，衰了，哇嘎，個你見到有一條呀？哇嘎，你食個布魯先啊，哇嘎，個布魯，佢哋嚟攞嚟見個布魯，我覺得見到是老椒。Kata-pulu kata-pulu ไป嚟啊 OK， แล้วรู้สึกลิงที่วิแล้วรู้สึกก็啊想愛去旅行啊去大陸嘅ลิงที่佚佗呢我想去嘅是阿莫冰啊妹我啦吹唔到阿啲輕白嚟報的你吹 online 未吹到你翻嚟邊呢冇水啦，我係加水，你加了白嚟。OK，continue講。特別啲 Australia 時特別有一擺是加特別嘅是講，有一擺是好似是到我嘅 hostel 邊啊。我睇到出頂睇到我其實有乜都夾落嚟嘅時候，然後我走出去，我看下口啊，我聽面走去我口聽下面看，有成架物倒落嚟哦。hail 啊？hail 啊？冰炮係啊？冰炮。我多了。多差不多半咯。
5 咧，大5咧，大還是成個 B size 咧，係 green B size。啊是8啊！哦，大佢5 golf ball 啊！哇！呢隻大，特別唔是講隻隻啊，淡薄呀，就照就條車被破啊，玻璃，啲車一坑一箍，我點解我一頂車掉個一坑一箍咁俾解呢？只有規定車一點嘅，跟一坑嘅啦。我那時候就會只你拍咗你會只跳咯，แล้ว你唔見㗎啦拍魚咯，因為一到天咁樣，你刮到落嚟一個很大了。啊，毛毛菇呢？毛毛菇？我記得我去 Australia 頭一年嘅時，我去到啦 winter， 我去 zoo， 我去 Melbourne 嘅zoo， 然後我行一個風險落即個冰雹，走加幾頭卡走嚟喎。冰雹是昨天時咪是冰，咪是落嘛 ？windstorm 咪是落嘛？係啊。應該是啊，你冇關。winter 嘅時咯，假撈加拖卡，你愛走本未都隔你就是搏到了。我暑假，我是唔暑假，我冇暑假是 winter 嘅時落嘅，伊是落，伊唔是上個，伊唔是 hill 啦，伊是叫咩下大粒頭sleet 啊。sleet。你講你啊 flick 啊，你講你啊。伊上個人嘅迄個沙果咧，Swai pebbles 呢？啊，有咧較細咧，有啥刷咧，搓。對，我小弟你大媽甲校啊，甲我講，伊早起那邊個落爾，因為伊啲蘭卡斯維伊國家館咯，伊啲 Manchester 那邊啊。哦。那邊落真大，大媽你講嘅成日。哦，成日咯，成啊下個咧，細粒啦。然後落啦，我哋冇時間你做咩事哦？伊掉到你車真坎坷靠嘅咧。一黏嘅啦，一成個生嘅咧嘛。但是 snow 嚟講咧，但是是雪嚟講就是較容易掃嘛。你用手手掃就出落嚟嘅啦嘛。手手會啊？但是我用手手掃。你唔是用莉莉咩？我冇濕布莉莉嘛。我唔自己掃不機我都我 imagine 咯。แล้วsleep 嚇，你 sleep แล้วว่า被當。我順便問啊，人講到落雪啊，落雪嗰時，我就順便問人嘅weather forecast 啊。樣啊，有當時你講經過你啊，即個禮拜落雪啦，要叫人 prepare 物件，樣較濟叫人 prepare 咩物件，人會酷無相啊。哦，叫人 prepare， 我冇叫人 prepare， 叫人問下先。make sure 儲 food， then we make sure 你儲temporary in case 人冇電，然後 make sure 有 blanket， and then 到底儲到邊度掹出來咯。嗰時嘅其實都是 good 嘛。這個位咧？我位啊，叫人咁樣去拍油，伊買食嘅物件。伊拍食買食鳥。因為伊講啊，拍油你知啊，你因為危險啊，迄個 truck 無理由滑入來。你安尼 good 嘛？你安尼 truck 伊安尼 distribute 迄個 truck 袂載啊，你 petrol 入來，然後伊袂滑，所以咱無油。假如人嘅 petrol 會減去哦。哦，冷啊 ，freeze。Sometimes 我嘅車 petrol 嘅 temperature，伊嘅 freezing temperature is lower。如果當時咯，你看頂日是我一道我嘅車嘅 fuel line 啊，就冷對啊。你看 ，OK， 我踩線嘅款啊，我換車，我嘅車泊到啲 driveway 嘅位，然後我要閂我嘅車 ，because Bruce 車不出，所以我閂我嘅車出來。我咩開成about one minute 咧，冇夠 one minute 嚇 ，reverse， 你一百幾隻啦喂。That means 我嘅 fuel 嚇，我嘅油有行到淡薄啦，特別我無只講 warm up 隻我嘅車啦，所以冷了嘅油嚇，有啲你擺位啊，淡薄嘅嚇。然後我就下了我幾禮拜，唔是幾禮拜，我幾 I think 是有幾日嚇，兩日啦嚇，3日冇換到車咯 weekend 嘛，然後我擺未 start 啊我嘅車啊。
又拍袂过啊。I think 伊頭前嘅 feel line 有淡薄伊嘅生嘅伊有嘅錢啊，生嘅。你睇你嘅去到啲 initial 你會轉無？伊會 start 咯。會 start，特別伊咪 start 咯，伊安尼款嘅咯。因為我等你一晚了，我看等咗 I think within 5-10 minutes 呀，我驚講我咪叫咩嚇？你知你直 start 咧伊嘅。battery 冇嘢。我驚 battery 死無了，伊講咁咩啊？伊個油嘅咩啊 overflow 咪就頭邊啊，唔是 overflow 叫咩啊 flood 伊。是啊，我就係上嗰時，我嗰條蔗你講係點？嗰條蔗比條竹伊啊，然後我就等一晚了，我過殺佢了，後尾第3-4個刀嘅時，我甲 start 掉，我甲就甲驚去咯，我甲知。然後我甲驚啦，當然就擺剎車，我就輪啊，就去剎車。我第一屆咧就是對，係igniter 啊，佢頭拎啊，伊袂倒啊。哦。咱唔知咱嘅車有下你像 heater 安尼款嘅哦，伊一支針安尼款嘅，互你 engine 熱愛較快。你叫咩啊？你是講咩？你看伊車 temperature 係咩？唔是，你 before 你插你鎖匙入去啊，你也袂轉之前啊，伊有電啊，伊哦，伊互你 defrost 你嘅車鎖匙坑嘅，可能是你鎖匙坑拎嘅是？唔是。伊上個是互你 engine 較 warm 淡薄伊個來 start 嘅，伊可以油，伊可以內邊嘅 oil 甲了做。較新嘅車有啦。哦。But 我 correct me if 我假使我冇錯啦，有伊人車未 start 嘅前啊車咯。啊。有陣你 maybe 伊個 filter， not filter， 伊個 air intake。Because link 嘛，所以有 ice 嗰邊，真係一個 possibility。特別我假使我冇錯啦 ，because 我車嘅物件我冇呢，冇呢研究。飛機我知啦，車我唔知啦。飛機咧？咩事？你係揸飛機咧？你 study 飛機啊？我讀飛機。哦，我估咪是揸飛機。我本是揸飛機喎。哦哈，對，你咪是他飛機嘅即係巴掌機，飛機。OK， แล้ว即係對嚟啊，飛機啊。啊，是哦 ，connection 冇咪好啊，大家懂。咁嚟講下你搞還是冇事搞聆聽？我 so far 冇去過 winter 位啊，特別我有 plan 嚟去啊。哈，你想我 for 我想翻就是未去 first timer 咧，就你是 feel 你 excited 啦，去 winter 位。特別你一人甲我講咧，你第頭一擺咧，人說，咱這裡去咧，人想嘅。人講 winter，伊講去外國啊 ，winter season 是第一慘嘅，第一攞是去 winter 嘅。下面 activity 去外口我未做，下面我拎。特別笑嘛，我係記講定到我頭一擺來這邊嘅時候，我馬甲我指錯啊，去買個零衫嚟穿啦。我啲當腰hand啊，攞嚟叫腰hand咯，見佢腰hand就估咯。係啊，估仔啦，零衫物件。嚇，我腰hand就買零衫嘛對，所以我去腰hand嚟買咯，腰hand嚟買我就老咗，哇！講聽我就緊張，我就爽嘛。然後個俾潮浪好啊，哇！我對潮啊，特熱情啊 ，before 我來時都潮。我走去Gatut ni. Gatut mo ah. Aku di Gatut dia tu tinggal hamil. Tôi bé hay đi mắc coi à, con hay đi mắc coi. Khi chơi là bị naked à. Cái flasher là cái chuyện nha. Trench coat. trench coat. 講起來，咱嘅會賣零衫嘅物件，啱都是迄個無人領嘅，但是你咱嘅會零衫了，你去來 Kansas 或來 Boston 用久未用嘅。又冇夠領。我冇夠做。啊，伊人即學生，咱馬來西亞嘅學生來這邊嘅時，我講你有零衫無？哦 ，OK。lu lang tatu leng dalam haki udah kira. Sama lah. Cepengnya bos yang. Tio. Okay, on lah.
他 Malaysia I free 啊嘛，免 visa 了，所以到時去找你 Boston，去 test 看諗牌。我到 Boston 啊，伊到我會，你嚟正找我啦，你我幾時嚟 ？OK，test 看諗牌叫我。等看我會出來啦。特別看佢，你問講咱先看，你毛菇會來搞成，咱個來拍水。你嚟這邊是只贏，你嚟這是只贏。visa 咧咩？這邊來這邊。啊，袂個啦。When 有冇 announce 過？我2015year 10月。他媽的。October。Because my parents 會來買 visa 時啊，我嘅希望人較早個 man 咪是 mentor 咯，然後佢哋去偷 visa，我 parents 想5個月會來。哦。這邊 immigration 亂多，唔知人做過。特別冇來伊 last time 咪是講 about 係咧樣叫咩啊？樣 visa 有一個名叫我哋 country 成個 Singaporean 啊，日本啊 man visa 接嚟 visit Malaysia 啊，可能啊唔係 Malaysian 接嚟 visit US。嚟比較佚佗。OK， 我咪會即係呢個嘅報紙無關就係 winter， 講 winter。啊，我冇讀過 winter，tapi one next week one next week 去 Tokyo， 其實 Apple baru 去買去 Zara 去買 coat 嘅。哦，係 Zara 買用咧，我講你後悔，你記得一個 Tokyo 得一個。啊，後我去 Tokyo 咯，Tokyo 呀。未曉啊。你是去 Zara 應該會嘛 ？Zara 03。tapi 無講就係領啦 ，Tokyo 你今日是個啦。Tokyo 而家咪用嘅。我唔知啊，我 try 看咯，tapi 我冇咩。tapi lu middle winter 啦。我暑假用 North Face。North Face 啊 ？North Face 也貴真係。North Face。North Face 貴咯，我個 North Face 我冇 actually 我個 North Face 嘅物件就是我 A， 我 snow boot 嘅 North Face。嚇你冇啊？個 Timberland 呢？冇，我唔是 Timberland， 我是 North Face 嘅 A 只俗嘅呀，伊真正我because係 down 嘅嘛。唔是看 brand 嘅，都會看伊 material。我袂使要看 brand，我買我衫，我 even 我穿。So 成日 for example， 你看 North Face， 這個水啊，貴啊，trendy 啊，你買啊是等落雪時買用。你就John 啊，我summer 嘅時我對馬來西亞嘛，就係我對去嘅，我去找嗰啲咩店啦 ，travel 嘅買領衫，我每樣都有 double layer 嘅，係你 hybrid 嘅，即係攞掉嘅啊！你話搞穿咧會使買河水入了內邊是棉花嘅。Not and 啊。It depends 啊，上個 OK。For example， 我邊啦，我每下打經驗冇嘅。係咧 jeans， 嗰時你人行冷嘅來這邊 jeans， 你去找 jeans 都是 double layer，that means 嗰邊都是 denim， 那邊咧都是 fleece。對。係咧都是 double layer，你下邊嘅。特別是大家睇看嘅，你我特別除就幫死除嘅行可。也啦，傾開吹啦，特別你吹，我仲見到出邊，我同你講嗰陣時啊度，我係課啊，我穿一條，我都搞掂啊，布嘅我本嘢啊，特別我身軀我未當定。未我係卡，點解背一流啊？同見大家講嘅我背俾你 flannel line， 你 even 都 agree 背俾你條啊。agree 對先，有個是俾 coat 啊，下面咧件領咧都是吹 down。都是高嘅毛，高些毛。哇，貴啊咧！高毛。你嗰時你有down咧，你穿down咧，你一個 layer 咧那邊出去嗰邊嘅衫上個啦，馬來西亞搞啦。然後我去看你Uniqlo 嘅物件。高毛嚇。down。係。Uniqlo 嘛是有古色有壓毛啊。我嘅號就是我嘅你 North Face 嘅號，我是做咩試試解？
because it is give me 700 so it's like 700 gram of down 到底上嘅啦面，所以伊真正我咩，你用只佢就輕咋，你就話冇時間 winter boot 上，打算係輕，因為輕了，一 fluffy 成個蓬蓬嘅，可能會多成個情嘅。有時情一隻期你嘅卡個被抓喎，你喺 sit down 下一個 brief 嘛，你個被抓，特別出去個下時個被領。嗰陣時攞你整到俾好直接嚇，你小學我能看嘅。我有嚇，有。Colombia 係 OK 喎，Colombia。咁有幫曬到啲話聽面條嘢咯，對嘅死。情 Colombia 喎。咁而家你講 Colombia 係都用豬血。係用豬血啊？actually 你做派味道。喂，你突然做派你 down 咧，其實幫你話尿洗你用 dry cleaning。尿洗俾啦。actually 喂，尿就俾佢多粒頭。我寫幾刀啊？我寫about 7刀到啲 washing machine 嚟寫7刀。哇！我記嘅時，我坐這學生去買刀嘅時，人講安尼輕呢，安尼薄呢，講你買啊，你情況咧，你甲講當今嘅時，要出去嘅時，人實擺錢買頭。我就去買一條未歹啊，個笨魚30幾塊，成個大粒頭講咧。你等 Thanksgiving 嘅時，你去美斯了解是你嘅 credit card 有 point system 嘅，你 convert 你 credit card 去美斯嘅 credit。Then after that 你寄你 credit， 你會寄好多 gift cards 去，你去換，你學美斯 gift card 你寄一生，安尼出門。你慢好。我是只隻我 because 我只是個冇上嘅 jacket 嘅，所以我只冇上嘅。冇上，但特別 sometimes 我要坐程啊，我一條坐程 actually 我同你講，你買條好嘅時候，你免講貴本嘅就，我到啲大概嚟我買條一條啊。一直掛卡是成個 windbreaker material， 所以未接行咯。แล้วอีกจีก็การลิสไอร์อ่ะอีกจะ snow 掉ด้วยสิอาจจะห่อ掉แล้วอีกจีจีอ่ะแล้วลำบินเหรออีสิแล้วไหนแต่สมมติเขาแต่ปี liner แล้วลำอี lining ก็สิ polyester liner แล้วอีค่อยเดี๋ยวว่าก็จะpolyester liner 是請喺要你 static 嘅知唔知啊？static electricity。even 你請未走嘅，所以你假使你到啲冷嘅位，你有 static 咧，你去買出嚟，你買你寫你衫嘅時，假使有 static 嘅咧，你去買出嚟 special 嘅磅，對，掂落去，然後冇呢隻 static 就對啦。static 啊，有線咧都真一黏啊，你頭昏得了。你知唔知because 你 winter 嘛，你未拍衫嘛，對，所以你咪是用 dryer 咯。你用 dryer 咧時候，你 dryer 你咪嘅直拍嘛，แล้ว你播直 rub against each other， 播咧時咪出 spark 咯，แล้ว你衫咪是有 static 咯，所以你經常俾抓嚟講，特別係 anti static 嘅。特別冇 together 寫時啊，唔是寫時 ，together dry 特別 it's still 你 still static 嘅未走嘅 ，it's just 因為這咩事咯，人會冷天啊，打嘅事啊，你人會個咧moisture無啊，你就打 static 就來啊。是啊。但係有 static 咧，你咪去當你 computer。你去 fry 啊？你去 discharge 你家己嘅先。especially when you hard drive memory。我上尾當劍啊，去吹住你，係你 steam 嚟下你就，我房間前邊就。你 humidifier。humidifier 都一樣嘅，冇樣都是小嘅。我叫我買用，伊講伊買。都一樣嘅。當出嚟嘅學生話你來嘅時，大家未曉半行，佢講。你對 humidifier。你等你先 send 我一個 list。當咩就係是，我去買 humidifier 冇。
有個講參與我到底我媽嘅時叫你買當金你教我講咧，當佢伊個皮個大，等幫曬個落去坑。你會使學啊 list brand，因為我真係我隨便掉，我隨下你隨便掉我嗌。Humidifier 啊，你隨你我哋係點講啊 ？Ultrasonic 嘅，你 ultrasonic。我會隨下你啊，會使搞掂咗你 static 嘅咯。我係厝啊，一款。我頭日燒橋啊，咩就係後日啊。我係頭甲了起來背起來 ，from 頭殼背起來啊。你係 ultrasonic 嘅，你用 ultrasonic 不 ，I mean 無插你用下面 nick 啦。你係厝內空氣那是無呢單呢，你係 static 就減咗咯。有，我就是愛我 static 減。我厝嘅是 central heat 啊 ，central heat 是。伊唔是就講一個 unit heater 啦，咁厝幫拍風出來是熱風嘅嚇。我嘅厝嘅 heater 嘅 system 有 humidifier built in 嘅啦，所以伊本出來風是moist。because 無你無看我樓下，我一幾日我特別燒我賣起來 winter 嘅時啊，我燒我賣起來 plastic bag 入面咧，我係你。你接一粒塑淡嘅 silicon ，silicon 啦嚇，唔是你叫咩啊？你desiccant 啊 desiccant，我係啲佢入面咧，無我係買一幫配嘛，聽到嘅時你聽咧，咧就是伊淡咩？幫配啊，接龜啊，我買接龜，淡咩我買接龜咯。所以我當佢because 我當佢 winter 咧時我出來時伊風是有 moisture 啊，所以我特別包起來我買。你只鮮嘅咯，你大家燒無停嘅。就是講有 static 嘅啊。啊，不拉真機。你會 OK，let's say 你買 static 嘅，你假使你入厝嘅時，你會 switch，你開開冚開伊嘅 switch，都是安怎嘅？係咪講 switch 啊？就是啲波通嘅咯，開冚嘅。你要 expose 一個 metal screw 咯，有鐵嘅 screw expose 咯。你去當佢嚟 screw。做咩？當佢係 short 呢個？你 discharge。discharge。because the ground 你是講。yes，你 ground 你收咯，你對那時，你望查你 static。對那時你檢調到咯，你就你 static，所以你隨成個係你開拍開冚開係你 switch，假使要鐵 expose 鐵嘅。你去當佢條，你唔通查你是坑佢啊！你係咪讀緊咩課嘅啊？我查，你問你坑落撚查，你就唔通查之後你插頭係坑佢都得喎。個頭係 screw 好你 blade 掉嘅 screw 啦。你有用嘅咩？安怎會係啲二會？辦法咧，就是你嘅 computer。你 computer， 伊個後尾嘛是有伊個 power supply 嘛，對唔對？你去當伊 power supply。你伊 power supply 就係。特別 make sure 你 computer 就是 on 啦，你插掉有電啦，你 just 當伊個 power supply，你 discharge。嗰是另外一個就是講你因為都你行啊，你去行，你what 啊？你 computer 就是 desktop 啊 ，sorry， 唔是 notebook 啊。我知 desktop 係你 power supply 嘛。托卡你 fry 你 notebook 嘅，你托卡那是夾筆嚟講，你見啊是啊，你那是襯托啊怎麼樣？你 generate static 嘅咯，然後你去當掉人，我講聽第一解係秒掣哦，聽 headphone， 你成個 iPod 咧 earbud 咧啊。你話唔是，你清掉你 headphone 之後，你偷你 jacket 嘅時，要 static 嘅時啊，成你耳啊，佢就聽。我是清我係 call 啫，我係 call 是係你nylon 嘅啊。哎呦，你哋我大隻偷 call 啊，我係 feel 法咧，就是錄係 static ESD 咩？就是講咩慢慢嚟講。ESD 我係參考 ，for example 我係 computer 我係 office 啊。我知。你買一箱一個 rubber 嘅 mat 嚟，特別伊有 wire 出來，伊 wire 你 plug 落去你嘅 computer，所以你我對 office 有無 static，because 我立我嘅 mat
it discharge。啊，特別你做儲備嘛，但係冇不拉正經，但係你講咩？但係你講。咩？我講咩？較早時你講咩？但係你哋講就是before。我講我偷褲但係我，你知我當時嘛，我穿嘅一條褲嘅，我但係我困嘅時候無關係穿條長褲困嘅啊。然後我要偷嘅褲，要去眠床嘅就偷呢，你冚我了起來啊，噠噠噠。冚我撐起啊！啊，打熱啊！呀，你厝啦，唔係你厝度咪就有 humidifier 啦。就是哦，甲你媽講，所以cotton 嘅褲啦。甲你媽講，不，你無插你厝空氣那單嚟講係你真坎坷誒，你甲你媽講佢去 base， 我是個 ultrasonic 嘅，兩個。ultrasonic 係咩？It depends。但是你用 ultrasonic 嘅 humidifier。你 make sure 你嘅水到底你大嘅位，伊嘅 water source 都是唔是 heavy water 啦。because 嗰時 heavy water 你用 ultrasonic 你會嚟有一個 layer of 白嘅粉嚇，對。我會個料是 hard water 啊。哦，不要緊，你使係 distilled water 咯。distilled water 貴。係 distilled water。So 嗰時 OK，for example， what's the option 呢？講起來humidifier，嗰時 ultrasonic 你用 ultrasonic，然後嗰時你嘅 water 都是 hard water，然後 if there is a case 你去買一個 type of chemical，特別依 chemical 你 be careful 啦，你買 humidifier 時後邊伊有帶到有賣迄個 chemical，伊都是 break 伊 water， 所以伊袂無呢 reduce the hardness。所以你摻入去，伊水摻淡薄。摻入去，摻淡薄。just 頭腔嘅嘛，用實際 because 迄個都是惡性嘅。講啦，同佢買啊，可以嘛？我聽你講唔聽。伊 reduce 伊嘅 hardness。然後嗰時你嘅洗你 humidifier 嘅時，你去買 lemon。你用 lemon squeeze 你 lemon 到啲你 humidifier。lemon 掉嘅就掉嘅。但 react 到伊嘅 calcium deposits， 所以melт。我知嘛是 hard water，特別好就係我諗啊。我有看過一個啊，唔知是 LG 還是 Toshiba 嘅啊。伊是用電嘅咯。免係水嘅啊。哦，嗰個就是I think 免係水嘅。你我唔知咯。免係水安怎做你heavy water 在你位，你 heavy water 在你位，你買 humidifier 你去買weak evaporator 有 filter 嘅，伊嘅 filter 就是dry。OK， so the idea 就是 when 你 humidifier 行嘅時，你叫伊 to be exact 就是伊 humidifier 就是叫 evaporator humidifier with a filter。so 假使你用迄個咧 is for 啱 for 你有 heavy water， 伊個 calcium 伊個 heavy water 加了 because 伊 evaporate 伊個 dry filter 收伊個水起來，了有一個線拍伊個 humidifier 出，所以伊個 calcium deposit 加了到啲你 dry 你 filter。你話本不用過，特別我講聽下用啊，你 surrounding 入邊係淡嘅，根本。it depends 咯，假使你對 adjust 好咯。你用迄個咧，你就有要 watch out for 有大項物件啦。要成個，要成毛。所以你假使要成毛咧，你就會 turn down 你嘅 humidifier。係啊，你這樣慢慢嘅。有真正這毛咧，你安尼用物件掃白，伊會 spread 嘅。So 你安怎 deal with those 迄個毛甲了咧，就是假使你表面毛啊，你用去買 bleach， 了你去買 bleach，1 portion bleach 4 portion water， 你去摻起來，了你要一個布索，互伊上加揉你成棍嘅 ，and then damp，and then 你 wipe 去，了伊要 kill the mole。你使寄嚟擦，加住擦。
特別你比賽用白行。我隨住啦，係你purifier 啊，叫做 plasma cluster。係咪 class 嗎 ？sharp 嘅 sharp 叫咩票 ？sharp 嘅票。係咪 model 係咩？是哦，一下 sharp plasma cluster air purifier。plasma， how to spell？ SHARP。Yeah, plasma spell 啊 CLASMA 啊。Yes, plasma. PLASMA. Plasma cluster, okay. Yeah, plasma cluster. 呢度是 air purifier 嚟。Air purifier？ air purifier 會使 kill 這裡冇 reduce 啲咪鬼嘅喎 ，reduce static 嘅喎。咩？It depends。冇啦。冇啊？冇啦，你問俾唔掉啊！air purifier 加 humidifier 冇相 function。啊，冇相。And then 我假使你講一個就是 dehumidifier，我伊個 function 都是冇相嘅。啊。安尼就是打水嘅，係你是做 SPA 用嘅。有工廠後面伊來用嘅。我 studio 就俾 dehumidifier 啦，冇人買放配嘛。啊，對。我俾 switch 啷嘅 topic around 啫，俾每啷看啷去冷冷嘅天嘅時，啷想要食咩 ？ice cream。係咩都想啊！冷天嗰隻 ice cream 都請過。嗱，小 ice cream。唔會唔是請過，是食冷點唔使提示啊！你冷天嘅 ice cream 咩啊？啊！我食 ice cream 嘅，我特特食 ice cream。我去韓國嘅時候，我冇食就去夜邊啲俾 ice cream。哦，俾羊嘅樹嚇，羊嘅樹。蘑菇啊，等你大條冷嘅所在是較久嘅時候，才來知啦。actually 啊，actually，買凍 ice cream 就對啦。John，但係我講你講下你 device 啊，要寫reduction of static electricity。I don't know if it will work or not 啦 ，because 你我唔知我係 trust evil 啦。因為你是講嘅，你是講啦，我哋 winter 嘅 static 嘅你 reduce 係咪 static 冇上啊？都俾 humidify 你 area 你嘅係咪？依個定是嘅講呢 ？marketing 講 maybe reduce static，但係你都會想，你都會自己想話，你 volume of static generated versus。我就是我有看過 ，actually 我有看過這粒物件，我看伊個 video 咪鬼，我知啦，你講 marketing 嘛，伊就是 marketing 嘅物件，我有看過，特別伊講嘅物件 slightly logical 淡薄知哦。特別 logical 特別是講伊 amount 嘅，你是講你安尼做 static 呀，你你 filter 安尼寫啊。就是 OK，let's say 你買一粒 portable 嘅 ，OK， 你講哦，我係這粒 unit 係啲 static，然後你係只有一個 corner of the room。OK， 你conceptually 伊會 static， 但係伊 static， 但係你規間厝 still not effective 嘛，你 still 有 static 嘛。humidifier 咧，伊會較 spread 較濟啊，你 because 你 air flow around 是啊 ？air flow flow around。呀，伊 remove 這個。伊用拍，一粒物件，伊是用電去拍這個 plasma cluster 嘅 ions 出來的。哦，唔知 ion 就會加伊電氣啦。伊拍伊 ion 出來，但係伊 ion 到底伊 environment 會 spread 咗啫。對咯，伊幾粒物件就是出。當學佢哋落百幾塊。嗱，我學你看一個，我清楚聽。OK，成個你買一粒 humidifier。你夢想講，哦，我買一粒 humidifier， 我規間厝都冇啊，對。我係房間，伊會 cover 咗這 volume。哦，係房間，伊講係房間了。那是我嘅，就是你看下，聽到我 humidifier 嚇，我係 bedroom 會唔會係出來聽下是嗶嗶嗶嗶彈，然後是我這邊應該係一粒，那邊係一粒，然後我冇時間，伊成頭每個客戶都是我當今做我你規好 house 嚇，伊會 filter 或咪個咧好時，所以我冇 dust 個規間厝個咧當今冇。個咧多你 filter 位嘛，你一擺搞掂㗎嘛，我哋未，我乜嚟拍，我乜嚟開坑去做這個。
咱只我被讲要食米，我听到。Winter 食 ice cream 奇怪，食 ice cream 咩？誒 ，actually 啊，咱只我被甲大粒頭講，我你在起來 Kansas City 是有一間嘅 ice cream 店叫 Sheridan 是唔係？not ice cream frozen custard，Sheridan's frozen custard。你把到有起來是你去吹看 ，SHERD Sherry SHERIDAN apostrophe S Sheridan's frozen custard。伊 winter 時哈 ，actually 我講 winter 冇就 ice cream 冇有啊，因為你就要出去，伊個是外口嘅，你就伊唔是 indoor 嘅，就冇得坐就，你就去嗰邊嘅邊嘅就，你外口啊，用拍 heater 切啊，嚇，你去邊啊，到底 heater 會食，我爸嘅，我教我爸嘛講嘅時講，喲，安怎呢？安尼還煮，佢食拎個就係 heater。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แล้วโอเคถูกแล้วจะไอศกรีมลองสกัดจากมีในวินเตอร์ลองเสียวตัวไม่จะทำมี hot chocolate โอเค hot chocolate 好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ปะลัง冇只只攞咩不會攞啊只攞只攞是啊只攞是只爽嘅零點 Asian 啦你愛借條你徛條嘅就是สุกัดจาก迄個hamburger 啦 sausage 迄個物件啦迄個雞肉你วินเตอร์未食咩係咪嘅？你冇 winter 未食咩？唔是講冇 winter 未食哦。冇，食咖喱福建麵個料皮個料。一啲邊雞肉片，一啲冰咧，一隻高嘅啦，啲冰咧都條條冰啊 ，OK， 有理由。我第一暑假咧，就是我叫伊下較濟 horse radish 好啊。做下 horse radish on what？ On sausage。哦，就係落爆佢粒起來啊！我叫佢講，你學我沙頭薑。我冇試過 winter 嘅 food 是上到是食煎螺喎。食煎螺特別啊，阿咩零零食煎螺啊。Actually 我講講零天時個食 ice cream 嘅係會貴 winter 嘅，因為我唔知試過啦，揀食。對。不過特別有理由，一隻零嘅是講一隻 ice cream 是 ice cream 冇得快有嘛？係啦，見下多日本啦。日本啊。我食有物件湯嘅。啊，湯嘅物件，像個食粉呢咯，食你越南米食的古巴粿條。麻辣火鍋。啊，我愛麻辣火鍋。對，我特見食。我當初食較那是我愛較舊嘅咯。IKEA John 啊，那是講你去新加坡，你去 Raffles 隔壁嗰邊位食，貴大條。食咩？我以前12塊麻辣火鍋。買啦，俾你抓一句。有啊，去新加坡食咪就抓。John，等下你卡嘴出煙啦。嗱，你食排，你卡嘴就行咯，放曬出來試啊。我幫住行。啊，幫住咩行嘅？幫住。哇，我對對，只要變除灰啊！只變零條啊，只要變零條。好，噴灰啊！Go，是個食咩 winter？OK， 鮭魚。哦，鮭魚啊！鮭魚就食 winter 咯 ，winter 是食鮭魚咯。你當地我到馬來西亞，但係我通食鮭魚。特別我頭先我冇家己數啦，我只前年冇數啊，因為我數鮭魚嚟講啊，數但係我哋 practice 我平時數鮭魚都係計數浪啦，數我只教數嘅，我數4個粒嘅啊，呢就實對嗰啲數。哇，搞！有數啊，我咪食水啊。我係咪食得飽？入7號是貴當地啊？入2號。入2號數。OK。入2號是當值咯。都做係咪食嘅？但係擺咗。紅色、青色。灰色，我總之就係用青菜啦，係咪食不到係咪 ？Rainbow color 不到嘅。冰。藍色。灰。但 coral 啊，你睇。我只青色、灰色係咩？灰是，係咪先啦？棘，係咪先裝隻邊？
Must be 我。我聽到你食薄薄，你食 chips 係咩？我食沙律。哦，我係 lunch。哇！你大佬啊，你講做攞做到食。我食沙律。So 嗰個咩 winter 嗱 winter 是人哋食沙律。Winter 我suka 食哈 Korean barbecue 我suka 食 winter 是。Korean barbecue 啊。哦 ，OK。到底會煎呢？自己。哈。shabu啊。shabu 咪是 shabu 是湯啦 ，shabu 是 en 煎螺啦。shabu 就是日本啊，講嘅就是像個烤味啦，我。伊到底會啲做誒螺啊，係呢白呢補啦，唔是呢個幾白啦。個人呢就是啦，烤味好多少。唔是呢個幾白，呢白，我得白。國家嘅白，我放落去煎。嗰個小話，winter 食下咪燒咧，讓燒掉。嗰個係鹽餡雞湯。好料。好料。哦，杜卡錯 ，winter 食好料。要再湯啦。要再湯嗰時就好料。紅豆湯。係啦，杜卡係咪 season 冇好食？我哋 winter 食一個加咩揀咯，但係一嚟一啲頭頂啦。但係就比較。杜卡 winter 食 OK，但係杜卡 summer 嘛。Because winter 你食有啱嘛？紅豆湯咧？紅豆湯係西溫，即係膠咯，即係啦。我同佢有紅豆湯，我用 slow cooker 煮嘅。我知咧，我想。會愛暖喺度。係講健胃。一幫啲鹽啦邊煮嘅，依鹽嗬是入嚟甘嘢女，鹽焗，然後依下卡像鹽焗蛋咁樣款。我咧一出來是一女滿鹹鹹啦。一女滿鹹鹹嘅。你成日咧殺嘅女人，你看成個人食是幾成隻嘅女。富 boy 對嚇。哦，鹹鹹，特別我知叫茶葉蛋嘅，都係大曉嘅女我不食。我鹽。佢哋嚇啦，佢哋是茶葉蛋，然後我這裡是鹹索甘條魚，然後也去煮嘅。哦。我成日有人有煮糊本是用鹽煮嘅。煮糊用鹽，係啦 ，salt bake，哦，你咁係淡薄，呢度係女白加鹽，有時咁起來，做晒淡嘅咧，女白水啊，一直冚起來，然後是去補啊，所以你卡破伊個口嘅鹽咧，是裡面就煮食嘅咯，呢糊。哦 ，OK，I try。嗰個掉啦，只多零天就乜嘢好料啊？這鹽啊，冇菇，真正這鹽啊！愛甘味啦，總之愛甘味起來就對啦。愛包起來去。我所講只啲你ham hock，一路用真正這鹽就對啦。有鹽，我入嚟我落鹽阿女嘛。辣真雞。我所講零天啊，嘅落啲嘅下你 ham hock 嚟食。哦 ，ham 又你是講 ham hock 是唔是 ham？ 你想個 ham 咧入邊是有酸，你食到啊你豬肉會夠啫。食到伊油嘅啊。你食到油夠嘅一股嘅，你話你係我較濟是係你berry 嘅 jam 落去擺。就你食 Christmas 嘅food 嗰款嘅啦。Winter 嘅不，我是個食肥嘅物件 ，winter 是。對。愛食肥嘅物啊！John，我愛啉食燒嘅。八卦係咯，人哋八卦你去補嘅時候，你去大白時補開拖補嘅嗬，個 drop 嘛，有一個面。我一路講，伊愛起來啊，會肥啊。派先。頂到嘅時啊，吉特布魯俾好啊，我拉三對件事俾好啊，係你八卦。Oh my god！ 是 so far 是我。即係你借你八卦做人40年啊，第一好食八卦。啲我唔知是特一道我唔知啦。特別伊嘅八卦嘅 cut 係我只屬個，伊是上個 bacon 嘅 slice，伊食到伊唔是面色啦，correct 對，伊是 slice 嘅，特別伊 slice 要參。伊是 slice 過用紙嘅。แล้ว冇我唔知是。冇用紙嘅，用紙，而且冇起去啊，
伊成個 bacon 對啦，伊成隻 bacon 係 strip 嘅。哎呦，咁好食啊！我俾食起，哎呦。加人嘅是唔是？你打咩？你小白好似打，迄安迪有未？有俾 bacon 啊？阿咪有俾白瓜。有俾白瓜，哦，迄白瓜番薯好食。是安尼看一片食啊？唔是番薯，伊白瓜好食。有加人。好食有番薯。伊個配合。伊食到迄個咖喱啊，特別佢包在內面，佢出油呢。哈，有汁淡淡嘅哈。我愛。誒，我明記啊。1kg 汁番薯。1kg 汁啊，我食1kg。誒，你食1kg？我唔知1kg 就當。啊，我有可能當今啲舊微話我食掉嗰度當今。20號啊嘛，今日。嚇。哇！你對家企下俾啲咩困啊？你直頭落飛機時候去輸啊？就掉咯，撈晒咯，我特班。你幾扎把將班落咯？我特別4字就冇一直走別使撈晒啊！我冇點聲撈晒啊，當佢。誒，你看我招個有啲個，頂到講連招你看，嗱你話你乜嘢啊？哎呀，你冇卡啊！你看我呢個字，吹。哇！條嘢，定知黏到借就是黏到借。OK，然後我小打未他邊個轉過7號啲部7號走起啦，阿韓蘑菇個大粒頭 OK， 然後讓各位講食咩物件啊，阿妹是你部啊，小打講片話事啊，我佢未打都未講嘅。OK， 阿韓攞掉啊，講片話。咱講片話事啊 ，next topic 啊。OK， 你話 Skype 人攞掉，了這裡 Google Plus 嘅人呢，就我琴日看你個開過啊，才點樣個做啲嚟啊，不啦就幾個做啲啊，但係這裡附近走去啊，講 internet 別好事 ，send message 話 ，so 就這樣揸住 phone 啊，我聽到，哇，我聽到 ，OK， 各位聽眾感謝你收聽，但是當今咧我是人就特別喺嗰度聽到這 episode 時。但係所以對 pre-upload 我係 show 佢哋話 pre-upload 我係 show 咧，我今日 upload 到啲 Malaysia 陣時講到 Malaysia upload 嚟講我拖回點規正嘅 show 啊，呢樣呀 upload 夠位臨拍對嘅，臨拍未見嘅啦，架樓啊，我等啊，博士啊，一直等嚟等啊，攞個去拖卡，見到個塔就用 Google Line 樣。對 Google what is it Google Fiber. You shouldn't be any 版嘅嘛。不，我講 Malaysia， 我對 Malaysia 嘅時我特別 pre-upload 我 files 嘅咧，我對 Malaysia。你講你幾個月學過女人嚟講？我尋電視機唔知是730塊呢，尋 tax after that 730幾塊。呢部 increase 你世界做 server 咧，是唔是啲出嚟邊？冇成個頂到誒，你。我做啊！而家公司這邊就是呢，就是啦，冇成個你 cable company 呢。咁你使家己 set up 你 server 啦，你見？買啦。我講啊。我會使 theoretically 特別actually 伊個 terms 你是袂使 host server 嘅。袂使 host because 你係 check 你 load 嘅。你袂使 load heavy 再 load 起來就是 shut load down 啊。你 business 會使 small business。對啊，再仲叫是夠嘅冇用啊，呢個 set up 就係 server。係啊，你個講冇夠用。講你 internet speed 安尼好，你可以無好路安尼講做咪得。我當見我就就是我特別 upload 係 show 嘅啦，去所以我 man 到啲 Malaysia 是 upload。冇得解啊！即係禮拜特別嘅邊啲咁時啊，就是特乜走去了係附件，咁時啊附件，咁時啊菜店啊，咁就買照笑咯，學掉對面叮咚係。佢有one producer 不來真機，了有特乜走去了吉布茲新加坡吉布茲，個裝話吉布茲附件切件。7號咧冇啦，7號。7號。佢叫咩名記啊 ？OK， 喂 ，OK， oh yes， 等陣，OK dinner， never mind。OK， 我未講嘅嗰啲嘅都是，喂，特別嘅邊度啲 Skype 入邊嘅特別嘅邊，我梗係極閃嘅話，會一浪嗰陣做乜考我同佢。
我有一人我本來要去食 Indian buffet， 我有一人落去我冇通知啊。你做咩去到咗食？Taj Mahal。Taj Mahal。就 try 等陣啊。我應該 Kansas City 我應該食過了啦。Karma Sutra。Kama Sutra 或是 Ruchi Kama Sutra Kama Sutra 我真係攞見我乜隻佢啊我是講呢個頭家係 not bad 我少少嘅嚇你去嗰邊食是 sometimes 你食一啦因為係你 free 整一隻 free 嘅物件有啦我知我想去就食嘅依學我 balloon 嘛特擺我做 video 我做 YouTube 嘅做 video 是夾依 balloon 嚟做嚟生嘅波我學過諗唔學過啊？你點解都會放到啲位 website 到啲位另外一個 channel 嚟 YouTube channel 嚟做你播嚟。OK，嗰個 Skype 合併嗰個蘑蘑菇咯，特別夾邊蘑蘑菇咁試啊，嗰個大粒頭咁試啊，各位當今嘅 favorite 阿韓嗰部攤係我數阿韓。Thank you。下禮拜嘅再見啦，拜拜。拜拜。幾點？話了 in the morning。Anita，就是小渣。